高雄莲池潭的龙虎塔为去年开始整修，附近的游客中心甲高雄物产馆嘛小煞咧收搭。地方烦恼，这场馆会拍远去。观光局表示，目前游客中心有继续咧招标，但龙虎塔整修好势，高雄物产馆嘛会恢复经营。 一透早，外国的游客来到高雄物产馆，煞看到门口搭着天价的广告，只好离开。来到另外一边，龙虎塔游客中心原底有超商、咖啡厅，自从2年前结束营业，也是冷冷清清。莲池潭是高雄知名的地标，想袂到即马高雄物产馆甲游客中心拢收大。感觉足无彩的，因为伊起甲足水的，啊嘛捌有咖啡厅来做过，嘿。 啊，阮是希望讲，伊会使加介绍一寡莲池潭的一寡特色。那边的孔庙连接在一起，比较有希望，跟这里应该是比较希望不大。 民众是毋望高雄物产馆会当甲边仔景点来结合，甲人潮带入来。其实高雄市府这几年推动演唱会经济，莲池潭距离世运主场馆仅2公里，煞无法度吸引游客。连经营12档的高雄物产馆，嘛伫3月底结束营运。目前农业局当咧清点建物，今年就要交予观光局来管理。另外，物产馆目前尚未完成点交，未来将朝向复合式的模式来经营。至于莲池潭的游客中心，我们也正积极办理招商中。 观光局表示讲，今年4月莲池潭观光人数将近30万，甲去年同期比是增加20%。目前龙虎塔整修按算2025年会当完工，未来阁有清代甲高代进驻左营，毋望通带动人潮，到时嘛会吸引阁较侪厂商来进驻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